屏东恒春的落山风阵咧变强，加上这两天有寒流来，这是寒死是风是真大阵，这路顶是吹到强要断去。根据着恒春观测站伫咧通报，讲这个车城捌出现12级的这个阵风，已经是中度风态的顶级啊。也若屏东平地所在低温只有10度尔尔，这两天病院急诊室上无有80个人送来到这急救。赛车的民众经过台一线车城往垦丁的路段，看到一支长去的路顶条挡伫个车路，实在真危险。警方连夜接到通报，赶紧去处理。我去甲载阮啊，无车经过。昨雄雄去这个透风若无，应该有甲11级无。现场是路灯因风势过强而遭吹倒，现场无人伤亡。警察去现场处理的时阵，会当听到风咻咻叫。恒春半岛即马本地就是落山风的季节，加上20开始这波寒流落南，当地风势甲愈强，想袂到车路的路顶条嘛挡袂牢。下午2点50分，它车程的东北风达到12级。12级啊，那已经到中海了呢。毋但恒春甲车城测到那亲像风台11到12级的阵风，这摆寒流，屏东平地上低温嘛干那10度，病院急诊室接无用。到21下晡2点，消防局统计，至少有80人紧急送医，其中有6人送医前就无喘气心跳。记者大家文赖维做屏东报道。